作為照顧者，你每日忙大小事，有冇覺得身心俱疲？疲勞唔單止休息唔夠，可能係身體求救信號，必先安己，方能護人。照顧者容易疲勞，因為工作時間長啦、飲食混亂啦、捱夜多。中醫講氣血兩虛同脾胃虛弱係主因。《黃帝內經》提到：人餓則血歸於肝，捱夜傷肝血，血虛氣無醫；飲食不節傷脾胃，氣血生唔足，常見面色蒼白、氣短汗出、易感冒、心悸多夢。疲勞持續就係呢啲成因惡性循環，面色差、食慾差、講嘢氣短、動下出汗，都係氣血不足信號。女性仲可能月經量少，關鍵係及早調養，唔等小病變大病。食療建議：雪耳淮山湯，材料有雪耳100克、淮山15克、黨參15克、茯苓15克、藍棗10克、陳皮5克、甘筍2條。佢嘅功效可以滋陰養氣、補血，但感冒嘅時候就不適宜飲用啦。我哋每日都可以定時小休，每日下午4點至4點半閉目養神，亦都可以練習腹式呼吸。我哋可以坐低或者瞓低，一手放喺腹部，用鼻緩慢吸氣，感覺腹部鼓起，然後用口慢慢呼氣，感覺腹部凹陷。每日重複練習5分鐘。我哋都可以按摩神門穴，每日3分鐘，拇指按內腕橫紋小指端，感覺酸脹為準就可以啦。從照顧自己開始，學識調養氣血，讓疲勞不再成為負擔。各位照顧者加油！